来看屏东恒春半岛的纸板鸭，今年是真够摊，一个生摊地上无就有10万只，是有记录以来上济。包括屏东200号的县道、第26线的南湾，拢会当看到纸板鸭在飞。提醒民众赛车都爱放较慢的，唔通去弄到鸭。纸板鸭满天飞，屏东垦丁大范围的平地看热闹，是小纸板店也个苏式纸板店重要的生产地之一。但是5、6月黄霜雨过了，这食物就开始补养，吸引真侪纸板鸭来吃生卵。6月时阵族群来到高峰。那这一次大爆发的小紫斑蝶呢，它的族群数量，我们光在一个定点，那在这3天记录到的。每天大约3个小时左右的迁徙，整个大约超过10万只。前时阵恒春半岛拄落雨，最近这几天直接看到纸板碟，其中以滨200县道5.5公里处后出火到现场，搁有第26线南湾单顶路段上界多。公管处也要提醒民众车驶较慢，避免去弄到鸭。由于蝴蝶飞行的时速约20公里，如果车行速度超过50公里，极有可能将蝴蝶撞击造成伤亡。因此，呼吁遇到紫斑蝶飞越公路的时候，请尽量降低车速到40公里以下。专家表示，纸板碟一年选2届，头一届是春天，第2届是6月。新出世的纸板碟会对南往北到中央山脉，沿路找者也有闪日头，提醒民众看到纸板碟的时阵，唔通去搅扰，避免伤害到特定贵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